后来这个振兴三倍挂到底要安怎领呢？讲会当摕健保卡到超商去注文，或者是到邮局直接来领。不过外界是真担心，就惊到时阵恐惊要搁排队排到长老咯。这个高雄邮局初步的规划，会来设专门的柜台来发放，嘛看状况加派卡手。虽然三倍券通伫个夜市啊、伫菜市啊、伫个商圈来使用。但是小摊贩讲，因所卖拢是几十块仔的小物件，这个振兴券名额上限是200块，阁袂当走南山呢，所以因根本都趁袂到这条补助。振兴三倍券实体券会当摕健保卡去超商还是邮局领？如果是你会去倒位领？邮局吧，邮局最好啊，最方便。我就在附近上班，可能我就近就在邮局买。年岁较大的人普遍拢就近到邮局去领，但是到时惊讲会排队排足长的。高雄邮局因的规划是先将每一组振兴券分装好，有一个专门的柜台来发放，看到时的状况才决定如何处理。事先作业好，我们会用以前那个发放的经验。来做邮局全力动员，甲过程用较简单的，希望讲会当互发放的效率较悬的。振兴三倍券的名额分做200和500这2种，会当你夜市啊、传统市场、商圈使用。但是用零价就当买到台湾小店啊，摊贩安怎讲？100块的便当，对啊，我也没办法找他。一件不要。我一定要买2件。去迄个做人迄大间的吼，百货公司啊，要做一个，要去直接贴安尼，安尼靠，你这麻烦啦。三倍券名额无大，对商圈摊贩来讲，就烦恼讲这波振兴也是无法度真正振兴到因的生意。